大家好啊！今期咧想同大家講濕重，點解身體會有濕重嘅情況呢？濕重有咩症狀啊？片後咧仲會介紹兩款嘅去濕茶俾大家嘅，仲有講解材料嘅效用，大家要密切留意啊！從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人體嘅調節會隨住環境嘅變化，其中氣候表現分為風寒、暑濕、燥火六氣。正常嘅情況下咧，人體係唔會受到太劇烈嘅影響嘅。不過一旦外界天氣長時間潮濕、落雨或者係飲食與生活習慣唔係咁好嗰時咧，或者係長時間食甜品或者凍飲少運動，都會導致身體嘅條件變差，原本嘅濕氣逐漸形成濕寒濕熱。如果呢兩樣冇即時排除咧，當濕氣同身體裏邊嘅廢物一同聚集嘅話咧，就會先以濕稠狀嘅痰濕濃痰樣貌出現啊。久而久之咧，凝固為塊狀嘅痰瘀，最後阻礙身體代謝及埋循環添。乜嘢係濕寒濕熱、痰濕濃痰痰瘀？今日咧都唔講，今日咧就係想先簡單啲同大家講一般嘅濕重症狀，睇下大家又有出現幾多種。濕重咧有5大症狀嘅，一就係早上起身咧頭腦昏昏沉沉啦，嗰一晚瞓得好好都好啦，第二日咧都好似瞓唔醒咁樣嘅。第二咧就係面部頭髮容易出油啊，就算日日洗頭都會覺得啲頭髮好容易油立立，面又好容易出。第三咧就係食飯咧食少少就飽啦，容易脹腹，肚腩位置咧啲肉咧鬆泡泡咁樣啦。第四咧就係舌苔會比較厚啦，舌頭肥大，舌頭邊緣咧有齒痕。第五咧就便便啊，成日覺得屙得唔乾淨，屙完之後咧抹極都好似紙巾嗰度都仲有少少便便喺度嘅，沖廁咧啲便便總係會黐住馬桶唔沖唔走。呢啲咧都係濕重嘅症狀啊。今日咧就介紹2款嘅去濕茶俾大家。第一款咧就係茯苓5克、薏米50克、生薑5克，加適量嘅水分去煲到出味就可以啦。第二款咧就係茯苓12克、桂枝9克、白術6克、赤甘草咧就6克，咁都係啦，加適量嘅水啦，咁就煲到出味就可以噶啦。後邊咧就會介紹俾大家呢啲材料嘅效用嘅，大家唔好錯過喎。每個人嘅體質咧都唔同㗎，大家有冇覺得有效咧，或者有更好嘅去濕茶咧，不妨回應一下喎。我呢個頻道咧係一個冇流量嘅頻道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呢個頻道有用嘅話，不妨訂閱、讚好同分享我呢個頻道，就會感激不盡啦。